日本小型无人探测器1月20登上月球，传回来第一张相片，宣告登过成功，是全世界第5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三京，北约联盟对昨开始发动冷战过后上大场的军演，当中有31国军兵9万做伙操演。就连美军的登陆舰队嘛爬过整个大西洋，赞助军威。过来是朝鲜日报，南韩有一个72岁女客在飞行机到中国的时，因为在地图甲台湾写作是一个国家，所以去海关人员甲扣起来，透过当地汉桥去疏通，才不输放出来。Times 报道，有一个法国旅客去美国的阿肯色州选择去公园游览，原本只是想讲好耍来乌看卖仔的，不想到讲竟然真正互伊去乌到一粒7克拉的超大蒜椒。过来是《纽约时报》，美国的情报局长伯恩斯要去访问欧洲，甲以色列、埃及、甲卡达的高官见面，望讲会当针对加沙停火甲人质安全的问题，敲出一个好的结果。最后是华盛顿邮报，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众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讲禁止16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就算讲家长有同意，嘛袂使用。希望会当解决囡仔受到霸凌甲见网络的问题。咱继续来看到，伫咧2023年4月时，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发生一件咖啡馆爆炸案件。去炸死一个俄国军事网络客，佮52个人受伤。俄罗斯的法院即卖是宣布讲，这个26岁查某刺客因为犯着恐怖攻击、买卖爆炸装备，为做民事定罪，爱关27年。何几多位警察送入去法庭。26岁崔欧普华被指控2023年4月时阵，伫圣彼得堡一间咖啡馆爆炸案内面炸死俄国的军事布洛克塔塔尔斯基，并且佫造成52个人受伤。圣彼得堡法院25判崔欧普华27年的刑期，罪名是实施恐怖攻击、非法运送爆炸装备、甲伪造文书等罪名。Требовал к наказанию в виде 27 лет лишения свободы с отбыванием наказания в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й колонии общего режима, со штрафом в размере 600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а также с ограничением свободы сроком на 2 года, которое она будет отбывать после отбытия основного наказания. 崔欧普华反对俄乌战争，伊讲是透过一位乌克兰记者甲塔塔尔斯基联络到，并且就由另外一位乌克兰查甫人指导得到伊的信任。去年3月，伊收到这个查甫人寄来一个小型的雕像，就是内面只是窃听器尔。不过，煞伫咧送给塔塔尔斯基了爆炸。崔欧普华伫咧法庭上对责任性的后果表示痛苦甲见笑。伊的律师也讲，所有的罪行指控拢无根据。Наверное, это самый жестокий пригово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женщины в России за всю историю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авосудия.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ля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даже если гипотетическ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Дарья виновна в том, в чем ее обвиняют. Я уже раньше сообщал, что те, кто на регулярной основе посещали эти процессы, у них у всех,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как минимум закралось зерно сомнений в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и вины Дарьи Треповой. 就伫崔欧普华伫判刑进前，另外一位有争议的乌党分离主义前领导人吉尔金，是因为批评俄罗斯政府伫开战了的表现无能，无法度做决定。也讲普廷是一个无要无紧、两者平庸的人，和法院指控犯极端主义罪，25被判4年的徒刑。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今仔上新一届日本小姐，确定是一个26岁来自马多路的西伊诺卡罗琳娜来提到的。不过，因为伊的爸母拢总是乌克兰人，是细汉的时对因老母搬来日本住的，一直到2022年才摕到日本国民的身份。有人就咧质疑讲，这个比赛结果无法度展现出正港的日本精神。现在三国元五官正深，皮肤正白，现任日本小姐伫这礼拜选赛，不过伊的外形唔是典型的东亚的女性的面。原来26岁追嘅卡洛琳娜，老爸老母拢是乌克兰人，虽然外表甲别人无同，不过是真真正正有日本国籍的日本公民。
やっぱり人種の壁というものもあり、日本人として生きてはいますが、なかなか受け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ことも多くあった中で、今回本当に日本人として認められたという気持ちで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す。日本话讲甲正溜，即马伫咧做马道的卡洛琳娜，自细汉就得到再婚的妈妈搬到日本的名古屋，一直到即马，但是一直到2022年才摕到日本的国籍。伫这边比赛，伊互评审选做上会当代表日本之美的参赛者，严过甲别人无共的种族甲外形，却引起质疑，认为伊无法度展现日本的精神。日本の心というものは見た目ではなくて中身の部分に宿ると私は思っているので、本当の意味での日本の心を伝え続けながら、人を見た目で判断しない、人の心を尊重する社会を作っていきたいです。其实卡洛琳娜伊遇到的问题是真侪伫咧日本的外籍人士，或者是有外国人血统的人的心声。就像是2016年被选做日本环球小姐的吉川普利安卡，就因为伊有印度的血统而受到批评。不过，伫咧少子化、高龄化问题愈来愈严重，日本伫这几年开始放零移民的政策，将更加侪外国人伫咧日本食头路，甚至规划做日本的国籍。不过，甲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的社会是较保守，要叫民众接纳新移民，也要一段时间调整。公司新闻牛眼编辑。日本的小型无人登月探测器斯里姆1月20日时成功登上月球，嘛变作是全世界第5个登上月球的国家。今日讲到这个小型探测器，虽然有风声讲伊降落的姿势是无介水，并无理想，太阳能的电池嘛无法度发电，不过嘛是总算有成功翕到一张月球的相片，甲传回来。颠倒是讲到美国过50年了后，是搁再启动登月计划。伫咧月测时阵，嘛有射一粒探测器起哩，不过却是燃料漏泄，中途爆炸烧夷，最后是宣告失败。着陸した場所は目標点から55メーター離れた場所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を確認しております。日本 JAXA 伫2月宣布20登陆月球的小型无人月球探测器 SLIM 成功精准登陆，离原本目標只有55公尺，創下史上上好記錄。ピンポイント着陸の精度は悪く見ても10メーター以下だったと、おそらくは3、4メーター程度だった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我々としては考えている。探査機は現状、太陽電池にある電力が回復をすれば、運用の再開ができる可能性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チームとしては考えています。迄時陣技術登陸姿勢無理想，規個倒頭栽，致使太陽能電池無法度發電。不過關機休眠進程已經將資訊回傳，後續會等太陽的位置刷叮當，各試看賣將救護車。這擺進步重點也有2個小登月器 ，Left 1、Left 2。レベツに関しましては、世界最小の最小最軽量の月面探査ロボットにな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其中 Left 2是 JAXA 甲日本環球公司等單位共同開發的機器人，因為球狀變形，這擺進步當中，佫翕到SLIM的相片，也象徵小型探測器運作可能性增加。The first aircraft to make a powered controlled flight on another planet. Plans for only up to 5 flights has now completed a remarkable 72 flights on Mars. 在日本介紹登月器資訊的同時，美國 NASA 火星直升機基地號在普利佩拉受創了後，任務宣告結束。另外，台灣太空科研有新的進展，按算2025年了後陸續發射福衛8號，伊的吊架攻擊鋼天體順利完成攻下直徑空測試，後續會接手予攻下系統飛行體來測試。記者綜合報道。受到中國競爭影響，美國電動車特斯拉2023年第4季銷量是輸予中國的電動車比亞迪。這嘛，予特斯拉的股價一升就落超過10%，是最近1年以來爬上重的。另外，特斯拉在日本市場有影是拍袂開，因為執行長煞是講，這是因為日本人因對電動車也不夠了解。
美国股市2023年第四季财报季登场，美国电动车商特斯拉日公布财报，显示第四季的销售量大概48万4,000台，输予中国的电动车商比亚迪的52万6,000台，明显受到中国竞争影响。这嘛，予特斯拉的股价在当地第5收盘的时阵大波12%，七达消息730亿的美金，差不多代表2兆2800多亿，创下过去一档月来波比例上济纪录。I think the challenge is it a technology company or an auto company? And the reality is it's an auto company, and U.S. demand for electric vehicles is really not taking off. It's better. We're still seeing growth in that market, but it's not taking off at a fast clip, one. And then two, we're not seeing a real recovery in auto sales back to where we were pre-pandemic. 特斯拉第四季的汽车业务收入是216亿的美金，虽然有成长，但搁面对中国的竞争，和特斯拉在欧洲、中国这主要市场用降价来竞争，影响利润。加上电动配卡量产的成本问题，甲坚持研发新车研发费用提悬，嘛互盈利的成长放慢，一年成长比率只有差不多1%。营收甲利润拢甲第三季同款，无达到市场的预期。如果卖和2024的汽车销量增长率，甲2023年相比明显的减少。I think one of the challenges as we think about a company like Tesla is they've been priced like a technology innovator, but still they have to sell that innovation through automobiles, and automobile demand has been soft, and that's really what we're seeing is consumers are still looking towards experiences more than things. 特斯拉在2023年交过180万台汽车，比起2020年成长38%，也毋过无达到目标的50%。另外，品牌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量增加真慢，无法度甲老牌车商面对甲 BMW 相比，嘛，互马斯克不满，认为是日本人对电动车认知无够。日本工商证券分析师陈赖真也认为，即嘛甲日本建设电动车的充电设施真慢，和大部分的消费者无清楚电动车的好处有关系。高市新闻台是董朋友。那讲到法国是欧盟内底上大的农业国家，因为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造成生产不利，搁再加上马克龙政府的政策跳票，毋但一直咧起电钱，搁拍算要取消燃料补贴，农民打是毋管搁让步，连续几礼拜拢甲铁牛仔车驶入去车路顶，封路抗议。讲若政府搁毋管提出农业改革方案，就要去封锁首都巴黎。交通尖峰时段，法国农民的农用车车队塞伫公路两边，一卡车无路用蔬菜、茶箱，也个无路用轮胎，全部倒伫闹热的火车站前。也个有农民甚至搬出水表来抗议，表示无想要辜负水费来压农作物。法国农民真生气，最近几礼拜持续发动激烈的抗争，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指控政府对农民的税制相当，境外进口的进口农产品压缩合理，要求政府对自由贸易政府采取紧急行动。这也是法国历史上上少年总理34岁阿塔尔上任了后面临的重大挑战。Le prix du blé, il a été divisé quasiment par deux en 1 an et demi, alors que les charges sont restées très élevées à la suite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et de l'inflation qui s'est produite juste derrière. Donc on a un effet ciseau sur les prix, des charges qui restent élevées et des prix de vente qui sont bas. Je ne vous fais pas de dessin sur les comptes d'exploitation de nos fermes. 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马克宏政府捌伫同年9月保证2023年全年电价起伏会限制伫15%，尾也毋但真侪改调悬电价，甚至悬到31%。伫未来几年，电价也有可能搁起。对一寡农民来讲，会出来抗议，是因为政府决定要伫2030年逐步取消柴油的税收减免。Moi, à l'heure actuelle, je consomme entre 15 et 20 000 euros de gasoil. Et si cette taxe passe donc jusqu'en 2030, ça me coûterait 3 à 4 000 euros de plus. 歐洲議會選舉今年要舉行，歐洲真濟農民輪流上場，波蘭農民24也發動抗議，封鎖160條公路，同款抗議為烏克蘭頂國無受管制的農產品進口，並要求修改強動農業政策。法國是歐盟上大的農業國，根據真濟份民調顯示，94%的受訪法國民眾贊成應該禁止進口無遵守
法国规范的外国农产品，让法国本地农民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批法国农民的农用车队已经挖进首都巴黎，搁放掉若是政府无回应改革诉求，要包围巴黎重要的道路，甚至会一直抗争到2月的农业展。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秘鲁出名的景点马丘比丘古城，当地因为不满文化部讲要把古城的门票交予私人的公司来买，村民拢总不准来趁这条钱。这村民即马是规气拢甲店关起来，佮甲观光火车挡起来，要求所有的观光客拢爱用行入来参观。不过文化部是强调，门票会交予私人公司来买，是为着要较好控制人数。居民摕抗议布条去挡载运旅客的列车，逼列车北谷。列车无法度对头前行，民众只好落车用行去未知区。兴处处去秘鲁有名景点马丘比丘的旅客，办事是拄着真罕的看的场景。当地居民因为不满文化部推出新的票务系统，把这间应交违建门票交予一间私人的企业去买。如果因做伙去铁轨路来砸车，商店的生意嘛歹做啊。Nosotros estamos en contra de la privatización sistemática que está habiendo en Machu Picchu. Hace muchos años se ha querido privatizar Machu Picchu, la gestión en general, la parte administrativa, todo lo que corresponde a Machu Picchu. 军众封锁交通，和警方激烈的对峙，场面是真紧张。抗议人士强调讲，马丘比丘遗址是文化遗产，无应该用私有化，而且过去拢是村民直接向游客来卖门票，即马交予私人企业，会影响到因无法度趁钱生活。Tenemos que asegurar dos cosas: un absoluto control de todas las personas que diariamente ingresan a nuestra yacta Machu Picchu, porque esto es importante, porque hay un tema de carga, de peso, y si no controlamos eso, vamos a tener consecuencias. 文化部强调讲，会用新的票务系统是为了要控管人流，明确掌握资金的流向。不过，当地团体控诉讲，卖门票的企业，当年因为安尼会当得到320万美金的区别奖。旅游业在秘鲁的经济是占真重要的地位。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当年拢有几百万的游客来造访秘鲁。疫情的期间虽然较无人来，但是目前马丘比丘的游客已经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马来西亚有多元的族群、多元的文化，其中的大堡生节，伊原本只是一个印度南方的地方信仰，后来却发展做马来西亚的全国庆典。众人的等日子加加可行，求消灾解厄。有未少华人拢甲这庆典看甲真慎重，甚至佮办了比印度的本土更加盛大。今日这庆典卖当讲做是马来西亚走向世界，表达信仰自由、多元文化重要特色。信众大力讲雅致，希望净化身心，破除这个歹运。想要把今年的好像一些不好的东西将甩那野的，将把那霉气给它甩掉了。另外一边，信众身躯插真侪铁针铁钩仔，身躯排着叫做卡瓦蒂的真大枷锁。信众进前遵守各种条规，像是食菜40到48天，用肉身受苦方式向上帝下愿，也是行愿。大埔新街是探米的人所庆祝一个印度教节日，这是为了纪念战神穆鲁干的生日，也代表正义最终的战胜邪恶。This is my 30th baptism. I want to be good. With health. Fine. 根据马来西亚2020年人口普查的报告，信行道教的人敢若占全国人口的6.1%，也是200万人左右。不过，各地大埔新节每年拢有上百万人来这参加，除了游客以外，当地也有真侪华人也会到店来参加。布施一点东西给人家，希望神明保佑我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兴隆。因甲印度人拥有无同的信仰，不过已经伫大埔新节布施超过20年的时间了。你拽了吗？拽了，我们的马来西亚槟城人就是宗教不分种族啦。对。今年槟城头一摆有金神桥甲云神桥斗阵出来游行，庆祝大埔新节的同时，传出地方政府禁止游行规定中的56个点头卖酒精的饮料，这决定引发卖酒的争议，最后是紧急撤销。Yes, there was a miscommunication, but thanks to Mayor who have revoked back the ban, say that only for particular area. Not these rules only. Non-veggie cannot be sold at the Thaipusam area. You see, if we never emphasize, other religious, other community don't understand what's the correct practice.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的国家，大家生活斗阵，难免会以家己的习俗去理解对方的信仰。
不过互相了解并且促进沟通，就使解开真侪误会。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坚，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